这几年民众的环保意识有提升，不过若是去菜市啊踅街，塑胶落啊转袂起，转无早落啊要安怎咧？新竹市有一间菜市啊，有摆一台会晓自动做环保袋啊的机器，只要你落10块钱入去，就会当经无共晒碎的袋啊。这袋啊用煞了后，搁通退钱，咱做回来看。 菜市内会使看到来买菜的民众，大家拢大包细包。这个时阵，若是袂记咧炸袋仔来，要安怎？免烦恼，边仔的环保袋仔自动做少机器，只要10块银就少会着。袋仔寸少，佮分做3款，会使照家己的需要做选择。很方便啊，就是如果我忘记带东西的话，或者是一次买太多的时候，就可以装啊，不然一大堆塑胶袋放在家里，也不知道要丢哪里。其实，在传统市场来说的话，就是塑胶袋的使用算是很大宗。那我们希望可以减少就是一个塑胶袋的一个就是使用量。那希望说民众可以使用购物袋循环使用。除了传统市场，市政府嘛甲百货业者合作，塞袋仔租借服务是全台湾第一间有通借袋仔使用的百货公司。 其实对我们顾客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体验，然后也会方便我们。如果说不小心忘记带的话，然后我们可以在这边租借，然后会顺便可以做环保。从5月份开始啊，到现在我们每个月平均都租借4到500个，那其实状况都算非常不错。啊，另外呢，我们的购物袋的归还率也达到98%。过去台北市8塞过环保袋仔自动租借服务，2年敢若借出1000个袋仔，退下的几率只有2%。未来在新竹市是不是会当推动顺利？民众的使用习惯也是重要原因。记者周君豪，新竹报道。